空啊，虚空有偌大？各位浅显想看嘛，虚空有偌大？足大，吼、啊足大就讲甲经典，讲到尾啊，讲甲足大、足无、足虚、足空，所以讲甲经典，讲到尾啊，就是一字啥？足空、足无，啥物拢无，安尼啥物拢无，咱今仔日才要讲啥？讲一个无的吗？咱来甲伊本文药学呢，即种呢，算伊伫《道德经》哦81章内面哦。上底字上少的25字尔，但是呢，伊的意义啊，伊的意涵是上深的哦，真歹解说。啊，药啊呢，属实真含慢啊吼，但是佫真英雄吼，会当来分配着即种。假使讲等一下若来分享的过程当中啊，药啊若是有不足还是错误的所在，盼望咱各位前辈者，甲药啊多多指教。那么，即第一个部分本文，药学家分做3段，以果行不述，是为现笔，将即个虚的、空的、无的境界呢，来甲化做一个实体化。讲无的物件要化做有，啊无的就是无的，要哪化做有，这嘛是咱老子啊，伊的智慧哦，伊已经体会着天地之间了奥妙的精神伫倒位，所以咱先来甲伊看。你讲果神即个果，咱伫一般的字面上啦，还是字典内面吼，伊拢有写果字，即个就是夹伫迄个山甲山的中，山甲山两支山的中，迄个纳尔的所在叫做果。啊，迄个果神啊，即个果啊，画果画色果，即个果内面呢，画有水，画无水。吼，画有水，画无水哦，所以即个国，即个国的内面呢，咱啊好啊甲想，山国甲山国，敢会有一个山邦地理，敢会无去？会呢。但是伊讲中有一个神哦，迄个神啊，以一般的字话顶来讲，伊是天地万物啊的一个主宰者。神来讲啦吼，以字话顶来讲。伊是天地万物创造的主宰者，伊嘛是人的精气甲注意力。迄个神来讲哦，会当是精神的，咱讲伊的精神甲伊的注意力来讲，啊，搁伊讲伊足稀奇的、玄妙的、不平凡的，拢会当以神来甲伊解说。哦，伊讲这山谷内面有一个足神奇的一个主宰者。有一个足玄妙的，迄个精神不平凡的神伫内底。啊，咱各位真诶，咱去咧爬山，敢有看到即个神？有哦，不简单哦。你去爬山看到，是看到山神，还是看到国神，这无共款。吼，话真诶讲，有啊，山有山神啊，吼，咱像咱平常时啊，咱咧住诶土地嘛有土嘛是有。土的神啊吼，山神、土神、水神拢有，但是即个讲的这吼，毋是即个神。伊咧讲的即个神呢，伊搁讲着即个不数。那么即个数的字啦吼，咱以字来甲听的，伊的含义是啥呢？数就是失去生命，数就是拼命，拼命的使会当解释是拼命的，买当解说讲伊失去作用。买当解说讲，伊就是无灵活、他查、袂灵活，啊，搁咱袂改变的，咱不可改变的，就是固定伫遐生物。所以讲，伊数伊个数的字含安尼。啊，伊个字话顶哦，即句果是之数，就安尼讲，果是之数内面伊就讲一个真玄妙的一个主宰者的精神神哦，伊袂来消失去，袂来改变。袂来袂灵活失去作用，永远拢存在伫遐。伊尾仔句就甲咱讲，伊讲即句叫做啥？伊讲即个叫做显变，哦，这叫显变。啊，显呢，伫字典内，咱来找来看啦吼。显就是有乌色、介红色，另外要
乌色搁伫遐倒一点仔红色，啊，但是即摆拢统称叫做乌色。现来讲就是乌，啊，搁有人啊千万恶苗，看袂清楚。咱红毛的时阵，咱看会清楚，看袂清楚的哦，咱目睭看袂清楚的，啊，搁安那高深莫测，哦，高深莫测，互你头壳想袂到的，互你心内安那摇你都摇袂出来，高深莫测叫做玄。那么病呢？即个病，伊讲是过去的一寡经典记载，也讲是一母的牛，但是大部分通称拢叫做雌性的动物，雌性的啦吼，有公的有母的啦吼，就是讲雌性的动物，啊嘛是一个代表母体，代表一个生机。伊讲这个是一个做恶苗，咱目睭看袂清楚，头咱抑学袂着，高深莫测。一个真玄妙的母体，互咱的生机，就带伫即个用即个无的哦。安尼讲哦，是毋是嘛？佫足空的吼，安尼药仔吼，照着一个图，咱来甲研究者。其实药仔吼，研究即种的时阵吼，感觉足痛苦的，安那痛苦，足玄妙的啊吼。足虚的啊，足空的啊，药仔是嘛是真痛苦。要安怎来甲伊化做家己会当理解，佮来甲分享互咱各位前辈者。照你讲，咱各位前辈者拢比药仔较清楚。即句话意涵是啥？但是咱要佮伊化做，当个较清楚，甚至咱会当佮来分享，互其他兄弟姊妹听。现在用着一张图，咱即张图吼，咱来甲伊看卖。即张图是咪有山甲山？山壁甲山壁中有一个空，吼，啊，咱中有看到即条线，即个叫做角，就是角，山角就是山甲山的中，你看到遐无物件，空的、虚的、无的，你拢看无的，遐叫做角。啊，那么安尼话佫看袂清楚，你讲即个虚空，即个无的，无的物件要咱讲做有，来药较佫甲。甲这两片山甲画到三角形的，这两块三角形的就是山，山甲山的中叫做虚空，叫做角嘛吼。但是，药仔迄阵嘛是安尼认为呢。但是若是当迄个角，咱安尼甲想，是毋是即个爱甲藏起来？伫内面嘛吼，敢有藏起来？咱甲看咱咧爬山也是去咧看图，你看即张图顶悬敢有藏起来？山角无藏起来，敢是山角无藏起来哦。咱来先来甲看大自然演化，咱看山角无藏起来。啊，即摆因为后壁迄个图看较乱哦，咱甲迄个图吼来甲跳开。啊，咱来甲想山角，若无即个顶悬迄个凹字形的藏起来，即个神有偌大呢？即个虚空，即个体有偌大？咱若讲即个空间是迄个圆色的板的内面。迄个神的虚空的体，就像遮大。迄两粒山只不过是迄个体内面的两支山而已。安尼，即个无的物件，咱就看到迄个白所在全部拢是道的实体，就是迄个空的物件。吼，敢若迄全部拢甲摕掉，安尼来看就看到迄个空啊吼，看到迄个无的啊。但是迄个无的，敢有实在，敢有存在？咱搁浅浅，你接触空气，敢有安尼？敢有安尼？落自然吼，啊，即个自然你有感觉不可思议无？有哦，敢若无呢？敢若伊敢爱钱？你敢有甲买？啊，你敢有甲讲谢谢，请你互我？你敢有甲多谢、甲拜托伊敢有咱？奇怪哦，啊，你甲伊处置，当然，啊，甲用字好出去嘛，当然，咱敢要咧甲讲一句谢谢？感觉咧甲呼吸，你逐工呼吸讲哦，多谢这空气，互我呼吸；多谢这个空间，互咱行路；多谢咱所有的一切的这个虚空，吼，就这个，互咱会当直接生存。感觉甲感谢过？为什么无？因为咱感觉伊无存在啊。我们不觉得它很重要哦，咱就是感觉伊无重要哦。所以是咱脑子会点出这个点。这点嘛，就是真灵不真灵点啊书，各位前辈者、领导者咧甲咱提
咧甲咱提醒。咱平常时啊，咱感觉足自然咧过生活，透早起来，出门不管是去上班上课，倒转来厝，搁困，逐工安尼循环，有感觉生活足无聊无？少年人拢会甲晓仔讲，我好无聊哦，人好无聊哦，找什么乐子来玩？因为生活伤过循环了，无起步啦，拢平啊，就感觉生活真无聊。咱各位浅显，咱安尼来呼吸空气，有感觉这空气无简单无？其实叶克干咧家己想，叶克真正家己想，家己检讨，叶克并无感觉这空气无简单呢。叶克感觉讲，伊就是自然互咱的尔。你有甲说说，伊嘛存在；你无甲说说，伊嘛存在，敢是？伊敢有因为你加感恩我，伊互你较济吼，一直互你，强要氧气伤济，咱嘛会受不了，咱敢知？空气的所有的拢有一个比例，有一个比例，伤济伤少，咱的身躯拢会袂动的。所以即摆较有啥物 PM2.5，总数落来，咱的安那，咱的气候、咱的身躯拢会唔好。所以伤济伤少对咱人拢唔好。但是伊袂因为呢，咱有加来讲，减来讲伊就无。为虾米？伊迄物件一开始甲咱讲，伊就是不变的啊。伊即个道体是实际存在伫遮，是咱拢去甲伊忽略掉，咱拢无去遐注意着，甚至咱拢无去感觉着即个道体，真拢存在伫咱的四周里。各位先生，你真有感觉道体伫你的四周里无？有道无？咱这地球叫做地心引力吼，啊若无地心引力，咱真逐个伫遮吼，下较飞天顶啊，咱正家拢飞去天花板顶悬啊。咱去看过迄太空船有无？是安那伊就是无迄个地心引力，逐个拢浮起来。啊，所以哦，咱是安拢会定伫遮，咱会存下地心引力。这地球这引力，老母娘造物主、造物主这个存在，毛浅浅甲咱问，敢真正有咱所谓造物主？这点嘛，就是咧甲咱讲，这个造物主，咱讲宇宙的主宰者是确实是有存在的，是咱普通人一般顶唔知影。但是你讲一般顶，咱五教圣人拢会话讲啊，伊嘛会讲上帝啊，吼，伊嘛会讲咱的佛祖啊，佛内面阁有一个祖呢，所以叫佛祖呢，唔是单佛尔呢吼，起更无上去还有上帝之子，耶和华是上帝之子，啊伊起阁有一个伊顶悬的天赋，叫做天父啊，啊咱来统称，一般话人讲造物主、造物主，咱来叫做咱的无极老母，咱的无极老母，啊就是咱的佛体性的奥妙。啊，这个无极的老母，毋是叶克讲的，是咱师尊脑袋面，伫咱的性理提示内面，伊伫58章咧内面有甲咱提着，咱这内面就是已经有一个，伊咧讲理天呐，理天就是有一个无极老母伫内面啊，就是有一个主宰者伫内面啊，这是确实咧甲一般顶的人，甚至你进心内，阁有存疑讲，啊，敢真正有一个老母娘，还是讲咱个明明上帝存在，造物主。话讲，啊，我着妈妈生嘛吼，我来巴肚就遮大，妈妈甲我为巴肚生落，就是安尼，所以生我就是妈妈尔。毋知影讲生咱妈妈是生即个心，啊，阁有一个灵性无看到的存在，迄个主宰者就是老母娘。所以即种咧甲咱讲是确实咧甲咱讲，天地万物的其实是有一个主宰者，万物的造物主。啊，这造物主是啥？就是咱的老母娘。咱三楼的无变顶悬写明明上帝，无量清虚，至尊至圣，三界十方，万灵尽赞。哇！老母娘的名足长吼，敢记会开？好长啊！但是这就是安尼。
这拢有伊的意涵伫内面。但是今仔这个意涵，毋是学校要来学习，这今仔学校的重点是要甲咱各位天天报告。假使咱若带着新道亲，也是咱厝内面的人，咱有想要家度的浅显，咱会当来甲伊讲。咱天地之间有一个造物主，一个造物主，这个确实的存在，为咱来甲看。这个造物主，伊会产生咱的宇宙空间，为无的物件，甲伊化作实体论来甲化互看。那么老子呢，嘛是甲这个虚空这个造物主呢，甲伊人格化、人格化。咱拢讲造物主，还是生做安那嘛毋知，伊就是甲伊人格化，化作像咱即摆咧讲的老母娘嘛是咱道中甲伊人格化。人格化就是变成敢若有一个人伫遐啦。其实老母娘敢是一个人，敢是咱想的讲咱的老母安尼。咱有时啊讲演戏吼，捌看着讲演老母娘的像，老母娘敢真正有像，敢真正是生做安尼，并毋是安尼。迄只不过是甲迄个无的物件，要化作，互咱一般顶安尼讲吼，以现仔来讲，以现仔的程度可能也是听拢无啦。啊，无的就是无的，哪会听有？即个无的物件到底是啥？要甲即个无的物件化作变有，啊，要搁化作互咱听有，毋是有尔哦，爱搁听有。哦，即个境界足悬的呢。这话时啊哦，叫叶仔徛伫遮，叶仔拢骹搓手搓，袂晓讲，只好安那去收集。这咱足侪前辈者，甲咱慈悲的道理，咱龙点法师甲咱开示的道理，吼，安尼收集，来甲统整起来。吼，要统整起来，这是拢是前辈者统整起来，毋是现在头壳内面的物件呢。若伊现在头壳内面的物件，啊看去就是无啊，无就是无啊，要甲无讲到有，足困难的。以咱的程度，以咱的赞处，也无到遐。老子的程度甲赞处，伊已经会当感触着天地之间的根，甲伊即个缘，伊即个体，所以有甲咱讲即句。啊，就是希望咱会当去体会到日常生活当中，虽然咱拢过了真自然啦吼，袂讲呼吸了讲爱摕一个氧气罩吼，除非讲已经有辛苦病痛，正常咱一般顶的人毋免，啊呼吸嘛毋免开钱，拢正常。但是卖甲咱讲哦，这一切正常拢是老母的稳定，上天的稳定，老母的恩泽啊。无这咱无法度呢，老母娘互咱呢，毋是干咱瞓伫遮尔吼，毋是讲啊着甲咱瞓遮尔，伊搁互咱会当活伫即个世间顶，袂互咱去受着生命的危险，甲咱款便便拢甲咱穿好好，环境拢用好势。对于宇宙的真相来看，叶仔家己想的啦，即个就是要甲咱讲老母娘的存在，咱的天地造物主的存在。那么，若以国体即个身躯来讲，咱拢感觉咱就一个人尔。咱即个人啊，要哪有法度去改变命运？要哪有法度讲哦，我有啥物佛性，我会当去打帮助的，我会当去帮助别人，甚至师傅啊，咱的老师啊，做侪师傅拢讲，咱若有即个佛性，有时也自我怀疑嘞。当着受气的代志，敢会噗噗跳？当着受气嘛，噗噗跳呢，爱喙又挡袂牢的安怎？会讲受气的话无？啊，受气的话讲出来了，你会感觉你是佛无？哈，敢若若讲了无好的话，也是想了无好的念头吼，等一下家己安怎？心内会艰苦啊，会安尼想讲，哎哟，我较会安尼讲吼，然后有时啊，拢会定定拢对外口拢袂，啊对内面的人会咧。尤其是对厝内面的人吼，拢会挡袂牢吼。而且三字就讲会讲挡袂牢，这三字挡袂牢，就是咱无甲，咱是老母赐予咱原胎佛性，咱是佛祖甲放伫心内，咱请甲人的心放伫头前，就会感觉讲咱挡袂牢。但是咱若常常讲，咱是佛祖，咱是佛性，眼前所有的一切。只不过是要甲咱化的，要甲咱成长的。如果咱有明白这点，其实
咱无挡袂牢，咱无法度，咱无做袂到，无这负面的名义。因为咱就是自我认识啊，所以各位浅显，咱以国体观来看咱这个真相，身体的真相。不管你今仔坐伫遮，你是5岁、1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、70岁，你敢有了解到你这个生命为倒来的？来这个真相是啥物？各位浅显，咱敢有清楚咱来遮的生命是啥物？拢清楚啊吗？其实叶克毋是咧问咱，徛伫遮叶克照着喙，而且徛伫咧问咱各位浅显，叶克实际是咧问咱家己。咱像王点的书吼，咱伫麻豆生伊遐咧学习道德经，伊拢真自卑讲一句话，伊讲吼，伊照着教阮做伙咧学习道德经，其实毋是伊咧讲道德经互阮听，是伊照着教阮互相来学习。伊坐伫遐，伊照着阮，伊家己来，伊咧讲，但是伊咧成长。迄阵叶克感觉讲，王点的书真谦虚吼。伊会当读着伫经读啊讲，愈读拢愈惭愧，愈读愈惭愧。所以伊即摆吼，拢愈读愈改，愈修愈改。伊感觉足好，伊拢鼓励足侪人吼，若会使吼，第1个拜六，每个月的第1个礼拜六吼，会当来咱信友的吼来听道德经。伊感觉大家安尼互相座谈，伊用类似用座谈的方式，伊感觉真好。叶克拢会感觉讲真钦佩咱前贤者吼。因为叶克体会袂到，叶克大家若要上台，轮到叶克要报告，叶克就开始烦恼啊，烦恼啥？烦恼道理讲袂出来。是啊，那道理是用讲的，你讲袂出来，因为咱的道理是用看的、用听的、用想的，毋是真正甲道理摕来，伫咱这个身躯顶来检讨、来反省、来改变。较感受着讲，王点的书，互叶克的精神感受是这点。所以，若是佮透过脑子，互咱这个文字的启发，以及着叶克安尼自己安尼甲观赏、甲串联，其实咱拢是上帝之子。咱的本体内面拢有佛性，咱拢是自身内面有道，但是咱拢甲伊抛道而行。咱自性拢是佛哦，但是咱真济到佛的地上。咱咧想代志，到有佛的思维的想的方向，咱咧做到像佛咧做的道理的这种规矩咧进行，这拢是咱来去思考的。嘛是咱来鼓励咱家己的。除了反思忏悔以外，咱来个感恩，感恩上天老母，就互叶克遮含慢，这边是袂记的。这边是啥物拢毋知袂晓，东抄西抄，东想西想，佫好佳哉，佫迄个佛性佫无叫过去，含慢尔，但是佛性佫伫个，所以咱爱做感恩老母，上天老母感觉伫咱这个身躯顶是真正存在，这个存在就是要甲咱讲，咱必须透过着观察着这个存在。咱的佛性呢，咱无法度去知影，但是咱用感受的，咱家己自我去观赏。无即个佛性，咱袂听哦。咱就像老师咧讲空国传声，伊照着迄个国啊，咱各位浅浅，咱真用倒咧听。你即个声为倒去？声为倒去？浅浅拢比鱼啊吼，鱼啊内面有啥？内面塌条的也是有空。有空的，所以讲古神不属即个国啊，即个国内面即个空啊，咱的身躯伫咱的人体来甲看，咱身躯有空无？咱身躯若无空哦，拢较塌塌的。你也看即个人，等一个可能今仔袂超过今仔活过，咱的身躯爱有空的，所以你看咱爱有听入去，嘛爱声爱安怎？爱有出来呢？但是，所以咱有食了，嘛爱安怎？爱出来呢？安尼有奥妙无？咱来甲想是做奥妙哦。这是即个身躯来讲哦，
以咱即个佛体自性来讲诶，伊敢有解脱？伊敢有因为你今仔食一块，安尼讲啦吼，你食一块咱即摆讲素食诶上好诶牛排叫做天贝啊吼，敢捌听过？吼，迄讲是大豆发酵，讲迄印度遐诶迄种原始草叫天贝，豆仔做诶，讲迄是迄个素食诶牛肉，就足好诶，啊足贵哦，吼，一瓶咧世界底啊，很贵哦。小小一块100-200块，啊！你讲食遮好诶物件，你食落去，你会有心脑发光无？敢有？无呢？啊！你今仔摇巴肚摇足久哦，你摇到可能早也无食，摇到下昼无食，摇到下晡，你诶佛性该因为你甲摇，你无好食，伊就啊枵死，嘛袂呢？啊！这嘛是上天老母咧甲咱讲，伊存在，但是伊袂因为你外在。你外在诶选择来去改变伊，你袂去改变伊哦。伊甲咱讲即个存在，第一点拢咧甲咱讲存在。啊，所以讲即个存在，咱其他搁甲想讲，啊，敢是安尼尔吗？除了咱即个上大宇宙以外诶观，啊，搁咱即个身躯，咱即个身体，啊，搁有一个，咱诶身躯定当着诶，是毋是叫做命运？咱人是毋是好命、歹命、好运、歹运，咱是。啊，若好运，拢讲哦，足好运诶，上天慈悲；啊，若歹运，甲会讲上天无保庇，神父无保庇，敢会？袂啦，伊嘛是咧甲咱讲哦，即个因果观，今仔是安怎，咱会行到即个无好诶程度，碰到无好诶运势，甚至是无好诶命运来出生。今仔是安怎，哪有一个好诶程度、好诶运势、好诶出世，就是。是安怎有好，是安怎有歹，是安怎有顺，是安怎有逆。啊，讲顺境甲逆境，这拢是循环甲原因的存在。啊，就是咧甲咱讲哦，如果虽然咱即个自性不来，伊不精不减，吼，但是伊袂假在性不精嘛，伊等来活动啊，伊嘛袂较光哦，袂哦。啊嘛在原的，你倒去厝伊嘛袂较减哦，拢袂哦。拢袂哦，迄个佛性伊的存在，即点就是当要讲存在呢。袂因为你做啥，伊就从安来减去。你搁今仔夜倒去台人，伊搁伫个，安尼有私心无？迄个佛性就是永远拢伫个哦。啊，真正来讲哦，啊你安尼讲我毋免来啊啦，我嘛如果我要做啥，就啥我袂做啊吼。开始，这是等下后一章要讲，等下后一段要讲的，是咱即段要讲是讲存在。可能做清楚即个佛性的存在，袂因为咱去做啥来失去。啊，即个因果命运嘞，啊，就咱这习性，咱即个头壳内面吼有一个储藏，咱讲的即个随身碟吼，即个储藏体是，你做的啊，目睭镜看到的啊，咱镜看到讲哦来，镜看到头前才会光，即摆只电话若甲开开来，咱做前线目睭镜开开，镜开开，你镜敢有感觉到头前有光？好，来目睭闭落紧。你看过的物件吼，咱拢当作看过就无去啊，对毋对？袂无去哦，伊是存在哦，伊存在伫你的头壳内面，你的记忆体内面哦。你有一个像迄随身碟，你有一个迄个伺服器，你有一个主机体伫内面哦，拢有显入去哦。啊，定时会出来，你慢慢累积就出来，慢慢累积，甲一个空间、时间伊。人讲诶，时间、空间成熟的时候，即个机运、时运成熟的时阵，即个存在就开始。啊，就是即点拢要甲咱讲存在。国是不属，是为显明。即个就是咱讲即个生机的存在。啊，即个生机的存在，伊煞来，伊就用伊个甲咱讲显明之文，是为天地经。啊，即个门啦吼，显明之门。即个门，也是出入口，咱头拄仔有行门入来，还是跳窗仔入来？还是空降规顶悬吊锁啊落来？咱落来？咱是有伊门行入来。是啊，咱有通道门，也叫做出入口，又叫做会当开关的关子，有一个门嘛吼，会当控制，开关会当控制，开开关起来控制。啊，佫有叫做关键处，叫做要点。叫做方法，叫做通道，那个门就是一个关卡。有影会记讲，咱之前有一个2012
迄阵哦最流行叫做世界末日。迄阵啊，学生的时阵哦，玛雅预言拢讲2012年。啊，各位浅显，敢有世界末日？无哦。敢有感觉着世界末日？哦，听到我讲无哦，正要较去安尼甲你吓一个吼，无哦，安尼就讲有哦，有哦。啊，世界末日伫倒？2012年吼，迄阵大家拢吼画导盲的导盲画，讲吼要移民去外太空嘛吼，去创啥画就讲哦，财产啥拢卖，要去倒。2012年迄阵玛雅预言世界末日，其实世界末日是倒？2012年开始，所有的有一个人出一本册就写，啊伊写这是其他感觉真有道理，咱来甲看。伊讲2012年吼，所谓的世界末日是一个阶段性的开始。跟一个阶段性的结束，这个门嘛有阶段性的，就是你为这行过这就无同款啊，不一样的开始跟不一样的结束。伊讲2012年开始，智慧型手机流行全世界，所有的人都陷入智慧型手机的奴役。大家拢有捌的哦，大家拢有摕手机安怎？咱啊看大细汉的啊。去餐厅啊，甚至即摆又要去自助餐食饭哦。一个人也好，三个人也好，坐伫遐食饭拢要创啊？用手机。世界团结进入，大家拢伫遐做一个动作。各位浅显，咱敢有发现？咱敢有中国？咱敢有去陷入迄个世界末日？咱敢有陷入去？你真若讲你手机也无智慧型手机，无啥物通讯软体，莫讲啥啦，无通讯软体，无人通找人，就讲你安那跟不上时代，你退流行啊，敢是？啊，老师搁甲咱讲哦，道理啊，流行敢有真正遐尔尔好，互你遐尔尔追求，是毋是啊？老师的流行，就是即摆咱咧流行的物件，咱拢流行啥？咱即摆拢要流行的物件是啥物？后口毋是咧进问咱回答啦。伫咱的内心啊，后口家己安尼想，搁想。咱即摆内面咧流行啥？后口自我心问家己。按一个咱继续，自我先想者，咱咧流行啥？所以尾仔个人讲，是为天地经，伊咧讲，即个经以义的意思来讲，伊有啥物？伊有固定。啊，佮有植物的吸收，啊，佮有伊咧藏水分，植物咧储藏水分啦吼，养分的功能，伊有储藏养分的功能，伊嘛有伊的基底、伊的基础，啊，佮伊的本源，这个技能公司。所以老祖伫即种线咧甲咱讲哦，第一种甲咱讲，这有主宰者，明明上帝老母娘的存在，造物主的存在，伊是存在哦。啊，伊这个存在咧。伊个有一个门哦，就是显变嘛。拄一开始第5种，伊咧讲一个中，中就是咧讲，甲古性甲无的物件化作一个古性，有的东西化成以古神来比喻，古神他又把它化为玄变，显变，伊个以显变，所以为中世甲显变。其实咧拢咧讲同一个物件，拢咧讲中，中就是显变，显变就是中，嘛是个咧来讲天地，即个门若入去哦，咱会当找着天地经。所以伊甲咱讲啊，即个宇宙奥妙生命的生机啊，有一个门啊，即个门哦，有一个通道，有一个门，有一个要法啊，伫倒呢？即个天地之间呢，有一个根，为即个门入去。你就会当去找到迄个根，所以你必须要找到迄个根之前，爱先找到迄个门，嘛就是咱咧讲，咱的窍门。这个窍门，咱知影若要为厝的要来咱集合性的，咱若确实毋知影咯。以前哎吼，咱讲手机要用啥？爱 Google 吼 ，Google 比一个神啊，咱知吼。少年人拢讲啊，啥物袂晓，拢爱找啥？找 Google 大神。Google 变神啊咧吼 ，Google 变神啊咧。
啊，即个神，伊才会当甲你导到神元山尔。你若甲讲要去天堂，伊才会当甲你导到天堂。无法度，奇怪，伊有法度甲你导到神元山，有法度甲你导到天堂。啊，这嘛是就是咧甲咱讲啥物？咱来甲思考一下。老祖伫即句咧甲咱讲内面，天边真受天地经，即个经，即个会当互你补个，咱甲看，经济敢看会出来？若伫涂骹底的时阵，除非是咱叶仔家己掂落去，叶仔家己知，敢是？即粒经济若是叶仔家己掂的，别人掂的伫涂骹底，伊无定金，无补个，无放出来，咱敢会知？咱看无哦，咱毋知哦。所以一个人好歹，若准讲吼，无互咱看到，无互咱当到，咱敢会知即个人好甲歹？咱毋知啊，我们不知道呢。但是自己知无？若自己佫讲毋知吼，安尼就较讲伊真厉害哦。自己一定知，你掂着迄个经济，你甲掂落去，你绝对自己一定知。所以咱甲看经济掂落去，甲伊要补个，敢爱时间？啊，时间尔嘛，你敢捌看过你甲掂经济，咱也有做实过吼。叶较嘛毋是讲捌做实过，叶较捌佚佗做实过啦吼。去当佚佗安尼，就安尼玩票性的。甲掂落去，你掂的物件，逐项拢会补个，会定金，会生，会大张，逐项拢会，敢会？无。做实的就知，无一定啦。嘛得爱啥？你的土有够营养啦，你的水有够啦，啊嘛得爱日头啦。人讲爱天时地利，啊嘛爱个人和，啊有人甲你施肥，甲你灌溉嘛吼，有人安尼来甲你施肥，甲你顾。有人顾，伊较会大，所以这是爱有。人讲上天的运德，啊，佮加上咱家己，咱本身咱九贤七祖的运德，安尼加掺掺，蓝的迄个营养分开出来，营养分出来，敢逐层拢会大层，敢会？哈？敢逐层拢会大层？啊，迄个无一定呢。无逐层的大层吼，敢是？伊为安怎？发甲一半讲啊，我无爱发啦，敢有？有啊，嘛有迄个罢工的啊吼，做甲一半讲我毋爱做的啊吼，敢有？啊嘛有做甲一半凶安怎？去互鸟啊碰去食去啊，意外有一寡因素啊，都会有。这拢有伊的前因，啊伊就结合伫即个果。啊，所以老祖就咧甲咱讲哦，咱即个天地之间。有一个脑母，有一个自性，有一个佛性，有一个道，在天讲道嘛吼，一个道的存在，在咱的身躯一个佛性的存在。而这个存在，咱拢爱清楚哦。这内面呢，你要去找这个吼，把你放伫一个门内面，把你放在那个门里面，伊安怎保你安全啊？啊，若无，咱这个佛性啊，若无一个所在人放。咱要去倒找，咱要去倒运用，要互即个身躯会当运用，就是甲放伫一个所在。所以就讲吼，去感觉袂讲，这敢若是吼，这个是道的玄理啊。咱是毋是拢知影道的即个足细微的所在伫倒？伊的微妙很细微，门应该看有啦吼。所以迄个味，目睭阁会当看，只要你详细去遐看，认真去遐看，伊是看会到的，伊毋是看袂到的。除非你目睭起要甲弄落去，安尼你讲无看到门。啊，若目睭开有看到，拢会看到门，但是，即个门你绝对看会到。所以你爱知影讲，伊即个小的所在伫倒个，爱细腻去甲伊找，是毋是细腻去甲伊照顾，也就是许他感受讲，咱是毋是拢已经袂记？咱伫倒来的，要伫倒转去，即个所在，要安怎转去？各位先生，咱敢保证咱逐个人拢会当转去？哈，敢会当保证拢会当转去？不管你即摆摇头、无摇头、点头，就较拢甲你保证，你拢会转去，因为你即拢有觉知，即拢有觉知啊，家己有觉知，家己知影。啊，为莫开始去甲伊拍拼，去甲伊做，绝对会转去。啊，你若讲家己有觉知哦，啊，毋爱做咧，敢会转去？
安尼下较就唔知啊，下较就唔知啊。等下像较多迄个经济的，不一定，伊会定基会不低，会往上生长，但是它要不要开花结果，也要靠自己一半咱家己的意志力。所以咱拢请袂起咱的国家乡里头，咱讲话做代志、想代志，心内无国家乡的即个所在，咱咧做啥想啥，黑白想、黑白讲、黑白做，因为咱无想着讲咱安尼是毋是会当转去，咱无甲迄放伫第一啦，咱甲咱的人心放第一啦。下骹迄讲吼，去咱牧师团比如一个讲，你感觉讲食，你即暗时啊，要食一个水果，你身躯头有100块。你感觉这100块是摕来买水果，还是这100块是价工的早饭？100块若是价工早饭的钱，各位浅浅，你会摕来买早饭，还是摕来买水果？我想吃，跟我明天必须一定早上我要早餐呢，我需要跟我想要，你这100块你会开伫倒一样？下骹就问咱的遐小朋友吼，当然，这各有各的答案啦，咱会当想象啊，想要食的就是到要买哦。讲我会当恁来，我就是刻者，我明仔载来食早顿。为讲倒一个较对，各位浅浅倒一个较对，拢对，拢对，嘛安怎？拢对嘛，拢唔对呢？因为你有一个对就有啥？就唔对啊！就有一个是，就有一个非啊！你心内若无是是非非，你若有真理做主，你敢会摕着100块伫遐想讲，我是要来想要买，还是我摕我应该来买？你迄100块应该是自然放的，该时间到需要啥，你就是去甲买啥。需要我听好哦，是自然来做的，毋是伫遐想讲我要来买啥，敢是安尼？自然的物件是有真理，真理就是自然。你讲我要甲骂嘛是自然，我自然会甲骂出来。迄无自然哦，骂人无自然哦。下骹来比如吼，骂人有自然哦。你骂人敢莫想一下？咱各位浅浅思考，咱过去咧甲人讲话骂人敢莫想一下？你讲我拢毋免，我骂人我毋免想句话就出来。迄叫做习惯，习惯。但是你若是囡仔，你真叫一个囡仔吼，2、3岁，还是迄单咧学讲话囡仔，你若讲来，你骂我，你骂我，你看伊要哪甲你骂？伊会甲你骂无？所以骂是安怎来的？习惯习惯安怎来的？学来的，学进来的。但是我有听到妈妈甲我骂，我即摆就学妈妈甲我骂的型，学妈妈咧甲我骂的遐个话，遐个型，我就甲伊骂我的同学。骂久，我2工我就做到甲骂，我咧甲骂，我拢毋免想，我就骂出来。无咱甲想啊，如果是自然的物件，你也看小朋友就知影。如果囡仔细汉都袂晓，那有可能是咱大汉变会晓。各位浅浅敢是安尼？是毋是做侪代志就是咱安尼来？所以咱嘛甚至就是讲，咱交老师，咱拢讲疏导。老师拢伫平山底下咧殷殷盼切着我们，一直看咱定时要转去。但是老师嘛甲咱讲的，伊讲道理啦，疏就是咱的良心良能啊，我们的良知良能啊。道就是迷失的众生啊！其实伊咧讲的拢是咧讲咱即个人。如果你会当去想着讲，哎呀，你会当觉着讲，感受着，确实啊。当我若是以真理出发咧看代志、做代志，今仔负担的代志，敢有送的代志？负担的代志是送的代志，负担的代志，今仔是倒一个单位服务的迄个人的代志，敢是？所以伊服务的便所我去上下，我就甲讲，今仔你上便所，你扫便所的便所太高啊，恁来扫较清气的，但是，今仔服务的人讲遐一桶水，遐有一桶水啊，恁来服务爱家起来啦。负担是大家的，毋是今仔送来服务啥物人的，敢对？各位浅浅敢对？对呢，迄是伫外哦。如果你伫内，你嘛会当安尼想；你伫外，你就无这个分别心。你看到水，今仔你袂去分是送服务，你嘛袂去讲哦，今仔送服务的煮这足好食，今仔这送服务的煮这食落饱。你拢会食即顿饭的时阵，你抱着啥物的心？感恩的心，
感恩哦，感恩哦，足感恩的哦。各位真现，你摕你啉一杯水，伫生活所倒着一杯水，你着感恩哦，感恩哦，足感恩这杯水吼，伊会有生命，伊会来帮助你的身躯，伊会互你的五脏六腑拢会当滋润着，拢会当健康哦，敢知？咱可能无你安尼想吼，但是你一直甲嫌，哎呀，煮这少食袂饱，食袂饱，你即个便当甲食着，你绝对食袂饱。迄叫做念力啦，这是咱各位浅浅，伊迄个生命是咱互伊的。无形当中咱咧看哦，所以咱讲咫尺天涯，咱的书甲图咫尺天涯，伊即个玄关桥，你的玄关桥，咱有常常咧甲看玄关桥，啊，若下骹讲迄个关，咱拢甲关掉的。啊，咱来讲，伊宇宙有一个门，会当找到回天的路。咱拢讲天啊天啊天啊，啊天有几天？天气咱正看就是一个天尔的。咱这地球，人讲天外有天，那是天气阁有天的。啊，天气阁有天是啥？师尊咧甲咱讲，气天阁呛天向天啦吼，呛天就是咱即摆很呛感现象界。很呛感，佮气球一个气天，气天气，佮有一个比天，所以这一个天文的演化有一个门。老师咧甲咱讲，这个关一关一关，佮有一关一关哦。各位浅浅，啊以咱的身躯来讲，这个门嘛是有一关一关哦。要倒一关？咱即摆咧食饭，敢有请玄关的主师傅讲食饭哦？浅浅，你敢有甲请食饭？啊，你敢有早暗咧甲献香？哈，有上清下浊无？拢无哦。安尼哪会讲伊是佛性伫咱内面？咱嘛有一关一关呢。咱是要食就讲，我今仔想要食啥，咱是。咱也想要来食一个迄个菜包，就甲买菜包。咱也想要吃碗粿，买碗粿。你敢有甲敲电话甲问讲，主师傅，你今仔想要食啥货？无吼，咱毋知吼，无甲问吼，啊嘛相对的哦。咱请无甲问，有可能毋是要叫咱做戆人，但是有可能请提醒咱家己。当咱咧想代志，咱起心动念，开始迄念头咧起来时阵，咱就先甲问一下无？咱就先甲请起来，佮甲拜一下无？恁敢有甲请出来拜一下？敢有？无吼，啊拢甲关的，拢甲关的。所以你看咱的囡仔吼。咱伫母体内面吼，迄胎儿啦，还袂是生出来，迄点灵性来入来，迄个元神入去，伊伫母体内面10月怀胎，伫遐构造，因为目睭先生，咱敢知？咱的胚胎啊，整个眼睛，咱的人体构造为目睭，因为灵性先入去嘛。咱知啥叫目睭？因为松果体先完成。这个医学内面，松果体就是主宰咱的感光，咱的整个咱的迄个内面，就是伫咱的。目、环、皮、鼻、中迄个入去，伊内面就是松果体。啊，迄个内面就是主宰感光，咱的眼睛，咱的整个胎儿的形成就是从这个目睭先开始。那么胎儿生成的过程，为目睭开始的，你来讲讲，这个灵魂之汤啊，入去这个就是这个进去这个元神哦，定位之后进来之后就定掉的啊。那么定掉了之后呢？当甲咱出生、大汉，甲咱死亡断开迄个时间，咱的灵性搁为倒？最初的地方也是最终的地方，再出去，再出去。啊，所以元神呢，若一旦入去就坐掉的，关起来，就关起来哦，就袂动哦。但是咱即摆拢有咧讲哦，师尊老大面，搁有咧甲咱伫心理提示来讲。三宝心法，三宝持用。当你持念你的三宝开始持用的时阵，你的元神就发动哦。元神若发动哦，你会老而不倦，你会可能做足个代志，劳力足济，做足济，这个身体的体力会落，但是你袂感觉足神。啊，咱即摆人拢毋是做足个代志，拢是坐伫遐就感觉喏。就安尼摇来摇去，为虾米？足神的啊！坐伫遮就拄久啊，坐伫遮就足神的啊！因为咱拢甲元神拢甲关的哦，无咧甲发动。
啊，你看咱的乌多摆吼，久若无发动吼，你搁去共款爱发偌久？爱发足久无？啊，油门吹到你爱用压的，爱落足久无？爱压呢。各位先生，咱的元神拢定定甲关掉的，无咧发动吼。啥物叫元神发动？咱有定定行路一步一字真经，咱有安尼咧练无？各位先生，敢咱敢有咧练无字真经？我无人是袂使讲呢。毋是着啊，等下要转去，讲要转开迄时阵啊，碰掉啊，倒去甲伊听甲讲呢？毋是安尼哦，老师拢甲咱讲哦，三宝日常用，三宝日常用。什么叫日常用？咱行住坐卧伫咱的心内，拢咧默念咧默用，点点啊持念，点点啊用。我真想要讲呢，头拄仔老先生讲，我咧骂人拢毋免想的，即摆想，你要骂人之前想这5字就好啊，心内就甲想啥？一、2、3、4、5。我头拄仔想要骂足大的，我即摆骂世界的啊，毋过我会当再想一遍。1、2、3、4、5。真敢若有比头拄仔更较细个啊，无想要骂啊，吼安尼。搁甲试念一遍，你着安尼慢慢降服它。咱人的心性一定爱靠着偏关窍内面的元神发动来甲伊克服。即个门，老师咧甲咱讲，咱若无找着迄个门，无法度去知影迄个本源。毋知影本源做代志，若无一个根据，没有根据的事，没有根本的事，咱做啥物代志，拢东倒西歪。所以咱的命运就东倒西歪。所以咱想的，咱就感觉讲，咱咧想啥嘛，拢东倒西歪，颠倒颠。啊，所以即个安全的通道吼，咱来请哦，去甲清理哦。即个通道莫要贪物件。虽然伊较多甲咱讲存在，就啊嘛甲咱报告，伊存在啊，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啊，不增不减，伊存在。你搁去杀人，伊嘛存在，就成拢存在。但是今仔你去讲着无好的代志，做着无好的代志，起着无好的心念，伊开始着伫你的头前，咱讲的哦，咱有看到安全通道头前，才会当贪物件。袂使哦，咱若有了啊，捌一点仔消防法规吼，也是咱会做的工课，迄消防部门啊、消防局拢嘛来甲你检查。这若是逃生入口，咱就看到顶管迄个牌啊，叫做逃生入口嘛吼，写啥？哈，紧急出口，紧急的出口，紧急话是写紧急出口，话是叫逃生出口。咱若去倒拢共款，即个门较袂使踢的，迄个门踢的。出去敢好出去，歹出去嘞，歹出去嘞吼。或者是以报的来讲啊，可能足粗浅，可能你攞出来讲毋是安尼解说，但是或者当然伊家己，只能以自己的程度来跟各位浅浅分享，伊或者家己想的。如果咱常常一直甲探物件、搭物件，拢乌云密布啊，拢杂物很多，甲即个头跟即个安全，咱讲的紧急出口，拢常常甲踢掉的，即个物件拢无咧甲清。拢无咧甲占卜，压插无咧占卜，拢一直无生，一直甲趁。咱自性就袂发光呢，自性袂发光袂明，咱做啥物代志吼，咱就无主张，咱就无根本，咱会失去一个做佛主的条件。啊，你讲安尼要安怎？安尼就搁继续后一道的下一个门，就较家己想的啦吼，因果也有门啦。咱若毋该清哦清气，常常要甲踢，啥物叫常常甲踢？送做啥我拢看袂顺眼，送讲啥我拢感觉伊安尼毋对，啊送上对，唯我独尊，我想的上对，送讲的拢毋对，是安尼啊？咱即拢讲咧办道，各位浅显，咱拢有参与办道，但是办道是一个外表庄严、殊胜、殊胜。要互咱去学习前进的一个人讲的一个规范哦，台语就较袂晓讲。比如安尼讲，一丛树仔若歪歪要甲雕正，是要用安线、用柴、用啥伫遐甲硬甲雕好正。安尼讲会当想象啊吼，一支歪去的树仔要甲雕正，是要靠着安线、靠着铁啊、靠着足侪外口的支架来甲伊雕好正，慢慢雕过来。咱即摆办道嘛是共款哦，
老母娘借着即个讲道，即个宝贵，互咱知影讲咱爱去度苦海当中的兄弟姊妹。但是虽然名为咱咧度苦海当中的兄弟姊妹，嘛是咧度咱心内迄个无明的。如伊说，咱的因因果果结伫咱的身躯扎遐，嘛是咧度咱家己哦。所以咱就是爱定定参与的道中，定定参与着修办，参与着咧礼节。你看一个人行路安尼3工6巧交行路安尼，文质彬彬，咱也来学礼节咧，大家拢文质彬彬。啊，若来讲道理的咧，人讲出言成章，毋是出口成章，肮脏的脏，吼无共款哦。所以你看来回堂借着遮尔济的班厝，一厝一厝慢慢，甲咱雕，雕好直，雕好正，雕好方向正确。咱即个门找无的门，咱即若目睭大家拢翘安尼要行到迄个门，可能行袂到，因为头壳光咯。啊，咱真的是正嘛，咱人头是顶天的哦，不一样哦。所以咱人拢是万物之灵，因为头顶天。啊，你若看动物咧，因的头会当迄阿嬷棍会当安尼弯来弯去吼，因是平衡的、平行的，因的头是袂当头顶天，挑咱无共。所以咱是算万物之长，咱嘛爱知影讲这灵长，咱是万物灵中上好的这灵性的动物，咱爱把握即摆吼，毋通互这的轮回经济有哪美伫咱的身躯顶，会影响咱身躯关卡。啊，这点吼，下来啊，做一个啊，咱以关即个啦，关甲关卡，它就关起来。这个关在讲这个门通道，它是一个时代、一个环境的时代的结束，跟一个时代环境的开始，一个结束甲一个开始。各位请写，我圣体君就跟咱讲，伊讲哦，深根固地，风雨难撼根。你若是这个根顶了有深，这个底，这个根啊挽了有红啊，大风大雨要甲你摇好倒，敢有法度？敢有遐简单？无简单。伊讲本立道心，稳德是修根。咱即个本啊，咱若是知影伫倒，咱就好好啊，拢安尼甲往即个方向，安尼甲行，安尼去甲做。无人知嘛无要紧的。今仔毋是咱服务，咱看到咱来甲做。今仔咱听到一句无好的话，咱来咱的心内甲无好的话，迄句无好的话甲化作慈悲的心，讲啊，人就是慈悲，可能是咱听袂落尔，啊，咱无要紧，是咱修养还无够，咱也会当安尼甲伊化，其实这个是引导啦，吼，这是稳起来哦，你会当甲别人无好的话，你稳起来，袂过别人讲啊，迄个某咪人讲啥？我甲你讲哦，迄个嘛讲啥哦？我甲你讲哦，迄讲啥？哦，安尼一直传吼，迄安尼就毋好啊！迄个叫做间接造罪，哦，你迄间接就咧造罪啊吼！你着爱一步一步家己动，一步一步知影讲，你的脚踏实地，咱安尼甲想，脚踏实地行路简单无？简单嘛，啊，就一步一踏安尼啦嘛吼！啊，你若脚拢浮浮的，脚浮浮叫啥？垫脚尖，你垫脚尖会当行偌久？垫脚尖行偌久？啊，我前讲，啊，开始垫脚尖，啥物叫垫脚尖？就是人讲的虚伪的啦，假无义的啦。一个人也做爱讲的，啊，咱抢讲的讲表演主管唔讲的，你感觉迄就是垫脚尖啦？你感觉会当垫多久？啊，一个人就是你的习惯已经影响着你的命，已经做歹的，你搁要假假讲你做好，迄是无可能的。垫脚尖走路走不久，所以咱一步一踏印，是时仔做，是时仔行。阮圣体君甲咱讲，咱就是咧修咱迄个根源，修迄个根本，人伦的根本，啊，就是咱回天的根本。啊，伊佫讲哦，最重要，咱来饮水思源，静好必善根。饮水思源呀，饮水思源。尽孝百善根，你做做会善事的根，无维护就是你就是尽孝，小孝伫厝对爸母，伫道场对前人辈，
前人嘛哈，前人辈，我们也是要尽孝哦，尽量圆满啊。对上，这是小孝哦，啊对大的咧，真大孝。各位，老母娘，互咱的佛性存在，佮用一个保护的关卡，甲咱顾掉的，有一个保险的保险丝，做神奇的，拢甲咱保掉保伫迄，互咱拢袂去哦失角差。咱嘛是感恩哦，吼、啊，所以咱即摆呢，即条歌照着又寄着，咱来甲伊感受一下，关圣帝君即条，伊记调里千金孤酒，啊，以前不要讲吼，深耕九云呐，吼，深耕九云，啊，即个吼真震撼吼，咱来看一下。会晓笑做伙笑吼，啊，若是我袂晓，咱来甲伊细细回味，伊即内面咧甲讲的金，吼，没有声音哦 ，Hello。电脑难打。紧来，咱来先来看伊迄个人吼，帮因处理一下，咱来看。伊一开始吼，观察就主了甲咱准备啊，伊讲吼，深耕九云，深耕九云内面吼。先让它播放，后续念前面一些词汇。好来，后续来，后续来。宁可时生，九云道。好，咱官法律组吼，伊甲咱准备甲伊讲哦，偏执不等于是发心，偏执不等于是修为。偏执不等于是宽恕，偏执不等于是高位。有人间的偏执者，必必铁底成修实办；无人间的偏执者，亦归不能了道还乡。心有至诚不息的态度，才有上天无穷的助力；心有义无反顾的决心，才有你超乎你所想的奇迹。所以咱讲哦，心有礼善下士的境界，才有广纳经验的胸襟。心有不轨严谨的法度，才有标准道中的建立。好，无声，安尼是毋是？即个咱看着边啊，即个迄个一直跳，有没有？迄个声音一直跳。那后续干妈讲吼，我们感谢上天慈悲，咱就看字义上的意思吼，还有他遐等下念国语吼，迄台语袂恁等下念了无啥。讲百炼成钢，我行欲得，道远之际，独占鳌头。深耕故敌，风雨难汉根。本立道生，引得时修根。饮水思源，散尽百善根。既至善树，落叶终归根。咱来让陈师志。然后记次数，咱若是拢会使明理修办，会当发心不退，理念正确，方向不悖。关圣帝君跟我们说，咱唔通空入台湾，煞兼了实践。伊讲这几句话是简单哦，但是唔通当做
这是一个普通的代志啦，吼。好，来，有了吗？没有了，我们就跳了哦。马给。好，我们随缘拿，你们先那个啦，我们先往下一页，感谢慈悲。那个滑鼠先还给候选一下，候选先关了哈。感谢慈悲。好，过来，当咱了解这个经的重要，我就佮咱讲，绵绵欲存，欲志不勤。其实绵绵是啥？牵丝的啊，像迄牵丝安尼啊。所以前在学仔时咧想牵丝，咱日常生活会当想着牵丝有啥物物件牵丝？哈？啥物会牵丝？咱敢有想过？牵丝的物件，学仔一来想无济吼，伊就像迄丝安尼啊，像迄丝。绵绵了，迄丝就是咧讲，伊连续不断，袂断去哦。连续不断，足油、足捌、足油搁足捌，啊，搁足精细，迄像迄安尼拖足长、搁袂断哦，很细哦，很细很细，又不会断的哦。拖足长、搁袂断，啊，搁永远拢像迄有，搁像迄无，看开像迄无，啊，但实际伊搁是存在。伊搁讲用之不勤，这勤呢，义话顶的解说，伊是讲。你总拍拼来做，你拢会当来帮助你化解危机，嘛是叫做勤咯。化解危机嘛是叫勤，然后你做用心来做，嘛是叫做勤。尽心尽力，啊，搁定，经常性的拢叫做勤，勤劳的勤，勤啦吼。啊，根本会当绵绵不绝，伊就是拢安尼定滴的。但是咱拢会连准伊安那像迄无滴的，所以咱各位前线家拢会晓问咱讲。咱敢有咧甲咱的主师傅讲话，敢有咧甲请出来？咱拢讲无嘛吼，因为咱拢来当作是无的啊，伊就是无存在啊，但是伊毋是无存在哦，伊是互你看无、摸无，无互你甲你影响。伊若甲你影响的时阵吼，可能就搁不对啊。伊拢无甲你影响，这是老母娘赐咱这个主心佛，这个佛性存在的奥妙的所在。伊存，但是不无，伊无死去，无去，伊拢伫遐，伊就是伫遐咧守护着我们。啊，互咱会当做主的，咱当顶当。但是咱这个气的，咱这个人的心呐，我们的人心的所谓的气，气若大过于这一切的时候，你来甲看，即摆印尼大海啸，咱拢讲即道大海啸，敢是？现在讲用一个影片哦。迄个影片就是啥呢？咱拢当作伊是大海啸，规个城市被淹没。其实伊是哦，伊是土壤异化。有看过即个影片无？伊是土壤异化哦，怎啊规排哦？伊迄是迄个卫星空拍，规排拢安尼飘，然后倒落去哦。啊，咱咧看足简单吼，你安尼甲看哦，你心内真正是人讲惊吓哦。啊，整个空拍图伊就是规个放落去。本地伊的卫星就是安尼高楼耸立，一个迄个嘛，一个大楼，一个地区嘛。比如安尼讲一个高雄啊吼，即个区域安尼空拍，一个高雄的区域空拍落啊，瞬间1/3规个拢倒落去，规个拢放落去。啊，你看偌济人伫迄，啊，伊迄毋是海啸哦，毋是地动哦，叫做土壤异化。伊迄就是因为地动去的啦。就啊地动去的，啊但是伊地动伊放落迄个，毋是伊有地动放落，是地动了，涂骹的迄个水从安怎浮出来，涂骹水浮出来了，迄厝拢啊一直拢安尼，人讲啊，一直捌了，往下淹没了，啊，然后一直砍，10层大楼砍甲厝，拢无看，拢放落去，反正软骹就对了，软脚倒落去。啊，咱若看即摆世界灾难，不管即摆是日本，还是讲咱讲印尼，近期世界很多灾难。各位前线，咱若有咧看新闻，看了敢会惊？看了敢会感觉心内，迄个惊，就咱相信讲，迄个惊，毋是讲咱惊死啊，是咱惊讲真正灾，人讲灾劫到眼前啊，
灾劫到眼前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已经到眼前了？啊，咱看到安尼，咱除了安尼想以外，咱会当安怎？各位先生，咱感觉袂起，咱有一个道的妙用，咱会当摕来度人，咱会当摕来分享给更较侪人。因为宇宙之间的生甲灭，既然是必然的道理，生甲灭既然是必然的啦，必然的啦吼。咱人生来行到死，既然也是必然的道理，何不把道的妙拿出来分享？咱家己好就好啊，也是要分享给咱兄弟姊妹，哈。啊，我先生家己讲，袂晓讲啊，要安怎讲？啊，人歹度啊，要安怎度？度无人啊，拢度了啊，无人啊，歹办啊。若对若无描述互咱的父神来讲，来，咱各位先生，咱即摆甲咱的主身份请出来一个，拜托一下吼，会晓甲咱拜托，咱甲请出来一个，敢请出来啊？请出来啊！吼，咱搁问一件，人有歹度无？有好歹度，有人有好甲歹咧歹度的即个分别无？哈，敢有？人甲有迄个讲，我做袂到，无法度即件代志，你自身份的头前敢有即个代志？无呢？各位先生，咱家己讲的哦，恁真家己讲无的哦，我们都自己说没有的哦。那既然我们都说没有，我们有没有办法把道的这个妙用给摕出来用？咱唔是单看到人兄弟姊妹咧受苦咧艰苦，咱应该是伫即个咧受苦的头前，先甲道分享互伊。你家己讲，伊无来求道无要紧哦。你家己分享，你家己介绍咱佛道，家己讲，咱天地之间有一个造物主，有一个造物主，有一个老母娘的存在。你家己讲哦，即个神的存在，伊嘛甲即个佛神拢寄伫咱的身躯，所以咱人嘛交天共款的即个道，甲即个佛神伫咱的身躯内底哦。所以咱一定吼，甲即个佛神吹出来，啊，互即个佛神吼发光，会当改变咱的啥命运，啊，互咱的生活无共款，互咱有一日，咱即个灵性要出去的时阵，知影要安怎行一条路。你若愿意甲分享，伊有听落去无？各位先生，咱头拄话讲，咱看到、听到，是毋拢会入咱的意识内面？伊就互算讲，就算啊，伊当下伊无对咱来求道，伊当下伊无对咱来辅导，但是伊有听到无？啊，你摕互伊看，有看到无？比如讲像画迄个山互看，安尼有看到无？伊看到，伊听到，伊有印象，伊有入去无？各位先生，伊就入去安尼。伊就入去安尼，伊的宇宙观、伊的国体观，啊，搁伊即个因果观就入去安尼，啊，这拢是善的哦，拢是善的入去哦。安尼，咱安尼敢是佛？咱咧做即件代志，互人善的，互人好的，互人会当了脱生死，解脱即个苦海轮回。各位先生，做即个代志，做即个动作，敢是佛？做即个代志就是佛啊！只有佛，只有神会当解救众生的苦，敢是？所以咱爱互伊神而明之啊！咱爱有即个神会当明啊，会当清楚，会当光明，爱甲请出来用哦。所以当咱若搁开始感觉讲我做袂到的时阵，咱爱甲想，哦，咱这绵绵欲尽，用之不竭，有一个超级的宇宙观哦，超级的宇宙的宏观妙用，咱去甲连贯，有一个门槛，会当晋升。咱即摆讲，咱拢原台佛祖，咱去到遐，咱即摆若着去到李天，即问的是院内啊，院外？院内啊，院外？咱等于到底是伫内院啊，外院？内院甲外院，敢知影安怎差别？啊，搁有一寡搁就爱外口外院哦，在外院怎样？在修，在练，在学习。听讲伫遐若当于哦，袂晓拜礼节的吼，当于伫遐咧学礼节足艰苦安怎？因为无即个体啊嘛吼，拢虚的嘛，虚灵一元啊，虚灵啊就一元，虚灵。啊，即摆规落安怎？就浮起来，规落就浮起来。啊，真正像你真规落会浮开无？互你真若规落浮开，才会人肯甲你拜。为虾米？因为你有奇迹啊！你迄个奇迹叫啥？无正常的奇迹啊！但是咱即摆拢有正常的奇迹伫内面叫啥？咱真规落就是规落去，
但是这叫做简单哦，轻而易举哦。今后你轻而易举会当做的代志，你若唔去做，你怎么等伊到遐较来学有艰苦无？咱咧想啦，你真要食物件，拄到喙伊从安怎？佮飞去。咱咧甲想，下昼你要食迄个便当，你要飞落去，你喙饭要飞落去，你喙饭佮飞出去，飞落去佮飞出去，啊你敢食会着？安尼你是艰苦啊，是快活？艰苦啊！咱真係愛來學啊，真係愛來學啊，因為你真係而且學好，真係愛甲無好嘅脾氣毛病改修修的，改學掉學好，2天轉去呢，會當入去內院，內院是無同款的，風景不一樣。同樣一個門叫做門外跟門內，吼，安那忙悄悄要當門外漢，伫遐咧排外，伫遐看爾。哦，人內面夠好的啊，內面攏伫遐咧享受足好的吼，足好吼。咱真正只找恁求好無？哦，啊，較拄啊有咧浅浅哩後壁来遐參觀咧，哦，啊遐迄頓人攏坐伫遐找恁去咧，啊，咱若無椅啊，咱愛徛伫後壁聽。各位淺淺，咱嘛是人輕生的人，咱敢知？因為咱一人一位，我們每個都有佛的果位，好，所以呢，為什麼？好，過來。咱来以国体的观，咱家己咱来去啊，可咱这生死的妙用，咱就是天灵共办，要出来修出来办，配合咱道务，人安怎甲咱安排，咱就做啥物货。咱莫去遐想讲啊，这我会，这我袂，学就对啦。因为你只有去遐学，你这个不行的绵绵不断。啊，咱较拄仔嘛有讲哦，脑子一开始，伊即种内面拢咧甲咱讲，天天之间就是有一个即个奥妙的生机伫内面，你拢莫去遐叮当。伊嘛是安尼，你拢有去遐做，无去遐做，伊拢游玩伫遐。你有去遐用，无去遐用，一般人会解说啦吼。有去遐用，无去遐用，伊拢一直伫遐，伊袂无去，伊就是伫遐咧不断循环，不断咧用，不断咧循环在做。但是学校会甲伊依自己的个人的分享，学校会希望咱用伫道中来诱导，以咱道中来看，以咱修班，咱各位兄弟姊妹，咱来来看即句话。绵绵玉存，用之不尽。希望咱下当叫上天来共办，咱若下当叫咱的福性，咱下当提出来做主。咱的命运、咱的思考、咱的言行，拢会无同款。因为咱是徛伫终点啊、终啊，然后延续第5章的终啊，咱有法度讲的、做的，拢袂去互偏去。啊，咱嘛会当跳脱出即个轮回，会当实践。甲实践会当改变咱的命运，互咱这个主幸福呢，袂互咱安那拖累啊。如果伊今仔连外院都到不了，烦恼大多，可能学外院就到袂到哦。各位浅显敢知？咱人想讲哦，啊，伊就讲，伊拢永远伫的啦。一般顶人社会人咧解说讲，即个有一个生命的灵体，永远拢伫的。你做好做歹，伊拢伫的。你都莫甲用，伊嘛会伫遐咧用。你若要以社会人安尼讲哦。大家拢来做做嘛，不要紧，敢是。但是做一个心甲感，有个生有个降，就全在于我们的选择。所以或许在这章里面，或许就会把它隐喻成，我们必须要来报老母的恩典。咱来报老母娘的恩典呢，要报老母娘的情呢。啊，各位浅浅，免哪报，免哪报，将道的存在，咱来甲体会，咱其实有足强、足大的本领。即个身躯一个本能，叫神共款会当明白通达的本领，叫佛共款会当普度众生慈悲为怀的心，叫老母娘会当去天灵共办的，咱有即个契机，有即个神机伫内面，所以呢，咱会当体会到咱最强大的本能，咱的识就会出来哦，咱即个实体会出来哦，咱就袂感觉咱虚虚，咱就感觉咱是实的哦。我们是实的哦，所以咱讲爱真修实办，毋是假修虚办。咱毋是咧办外口像庙会安尼动动茶安尼哦，后咧一天过啊。神明咧办事咱看无，因为因咧外面咧神明咧办事，但是咱人安怎，就是夜向对拜对老咧。但是咱一贯的，咱身为一贯的每一位修主，咱的兄弟姊妹，咱毋是安尼哦办一场法会，讲啊办完就煞，咱是甲办。今仔来的体会，今仔来的咱叫较含慢讲，但是咱各位真现拢有智慧听，拢有智慧耳会当听，比较讲的更较好的感受，摕倒来日常生活当中来去创造家己上好的形。各位浅浅，你最好的模样是长怎样？
你感觉你上水的时阵是18岁还是16岁？上缘投的时阵是18岁还是20岁？拢毋是哦，拢毋是哦，毋是咧讲少年哦，是你上好的模样是什么时候？各位浅浅，即摆那是你上好的时阵，因为即摆你有咧想即个代志，即摆现在安尼抛出即个问题，即个字你就咧想啊，我啥物时阵上好？即摆上好，不管几岁，无管年龄的，没有年龄之分。你自身会摕出来咧做主，你即摆会去思考，你会当创造明仔载更较好的自己，你的模样就会出来。所以啊，注意细微处，甲家己细微处的不足慢慢改变，咱可会当啊运用。摕倒的资源是啥？咱有当做个资源的啊。前辈请咱家开班的时阵，就甲一寡新道亲啊，甲引入来活动，参加活动，啊，互伊了解道场就是安尼，啊，互伊一步一步慢慢感受讲道的殊胜甲宝贵，互伊感受着，互伊进而加入修办的行列。这嘛是咱享受咱珍贵的选择，毋是去受自己曾经不好选择的罪，是享受哦，这享受选择哦，啊，这嘛是道的奥妙。所以呢，现在照着咱吴敬宇老前人的最后，伊伫即种会甲咱讲的就是披道之实，地道之理，啊，用道之妙，来学习这篇咱的国心中啊吼，咱用现在的来所学册啊，啊实在是无法度吼，上信任的教义讲啊真好啦。啊，若要讲家己咧讲的，我讲家己讲家己想的啦，毋对的足侪啦。啊，咱过世甲错误不足所在，盼望咱师父慈悲感谢罪，咱真人不真人，各位家长师咱各位真人，会当来甲给他指正啊。最后呢，就让各位浅显，让会当去脾气、改毛病，把道的题用心去感受，把道的微妙真的去把它发扬光大，然后把道的那一种妙用呢，也当来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。最后祝大家南农美当精进修办，同胞母亲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谢谢。共同起立。感谢陈讲师慈悲，乾道鞠躬，坤道鞠躬。让我们再以热烈的掌声来感谢陈讲师慈悲。各位贤贤，接下来是我们的休息时间，我们休息到10点30分，10点30分，请各位贤贤请准时入座，感谢慈悲。